来看解放军结束2天的伟大军演，咱的国防部公布，在24点钟内有62架次的中共军机、27架次的军舰在台海的附近活动哦。这届咱国空军正罕见来公布战机监控的动态影像，有专家就分析指出，讲空军是要向对方甲咱的国人展示咱国的战力。 中军东部战区232是伫台湾周边展开联合备战2024 A 军演。咱国防部公布，到25早起6点24小时内，总共查到62架次强机、27架次强舰，其中47架次强机经过海峡中线，离过人大约39海里，孤兰皮大约41海里。由空军利时真罕的公布咱方战机监控强军轰6歼16战机的动态影像，引发讨论。我们也看到首次军方 揭露我们最先进的战机 F-16V 的夹舱，标定了共军的歼16还有轰6。 专家分析 F-16V 挂载向美方采购的 ATP 主击手夹舱，空军公布画面，除了向强军团台咱方战机锁定目标能力，也是向面上典型战力。因我希望双方拢莫欠管到用声控雷达来锁定对方，以免引发意外发生。也认为未来强军相关的宽带军演可能会变常态。台美关系越好的时候呢，其实中国就会有所动作。那第二个时间点就是说，中国在特定的节日，比如说中国的建军、建党、建政等等等这些周年庆的时候，其实中国方面呢也要有所表现。专家提出，强军军演暂时应该未出现2022年8月伫台湾周边的海峡社会端的情况。严国强南加中国海警船伫附近活动，意外造成咱方压力。美国参议院两党议员是继续支持台湾，共同提出法案，要促使北约国家更加用影响台湾移到美国籍防卫装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